嘛里苏学的花啥佛，里苏学呀自家里皮皮爹嘛出学提学啊喽。我俩爱米耶稣之所的可罗么事，只是知道不配拉尼，里苏里皮提不呀没了。基督我去自学自挂，是怕耶稣里被大马抓喽。我呀就搞土个比没能找出土的，偏个比拉路他的找。我呀偏个比拉路那么啊，比拉这比拉嘛啊路比被大路。就搞白马呀，出去啊喽，出去呀礼品哦。我妈问你是怕耶稣呀，以色列拿出礼品的，别里子那妈妈啊不，明年比拉那妈不个啊不，如里说只是知道不拉嘛呀，礼品别里那妈不个那妈啊多，明年比子拉那妈不个啊不哦，里说礼品提不呀没里哇。塞别特玛呀，古屋里苏学府，你过的吃过吗？你妈拉出最嘛就俺喽，来拍照打嘛的衣袖，来拍照白瓜家嘛的能叔叔，和我就干嘛的可你个推了白马里比，你白马话来可嘛咪阿面做喽，特玛呀，头手点手表个比，里皮的花手表个。这么多大马蹄嘛，皮拉都我比就这样哦。阿伯要不个和太太吃过，肉里苏是啥么子不呢？天你里天你推了一下喽。奶奶叔叔咋比咋家咋多连呀哈密瓜家喽。么去拉拉台是做咩？阿外在花市，垃圾拿大马乌尼，嘎土没拿嘎喽。罗里苏学府第二姑娘，娃子路口阿妈乌尼，我把他把里来哭哭来哭喽。萨布娘是这个哈密耶，一句做娘话个推了耶喽。哈密耶嘛里嘛是，萨摩萨布娘，阿去阿尼路家喽。